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Vicky， 而家嚟到新都城1期嘅6座嘅私單位，實用面積係364尺嘅2房，我哋一齊睇下呢個單位先。呢個單位屬於眼景房外開則，廚房呈緊處嘅設計，保留原有嘅裝修，全屋嘅光線非常之充足，客廳望出去景觀極之開揚。第一間睡房四方企理，超闊落嘅大窗台，開揚嘅街景，而且仲可以望到綠油油嘅山景。兩間睡房嘅面積相若，呢一間睡房有雙邊窗，加強房間嘅空氣流通。浴室設有窗戶。原有嘅浴缸改成淋浴間，方便打理。跟住嗱，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可以 WhatsApp 或者打電話俾